6. 環境小家。1. 大家好，我嘅名係吳兆軒。2. 我今日代表台北市政府客家委員會歡迎大家光臨。3. 我也拜嘅行程度，我都會參與小家客家作品期。4. 以下我想花多嘅時間幫吾述說作品嘅特色和意義。5. 每3人都有聽到我嘅聲音嗎？6. 我會對作品應用嘅詩文開始分享哦。7. 接下來我會講到嘅作品嘅外在嘅特色。8. 前面講到嘅作品嘅內涵意義。9. 好，一下我結束一擺嘅旅行咯。10. 當感謝唔來聽。11. 今日當歡喜來到野味，將來了按子說。12. 討論會連續大約1點鐘，若係有乜嘅問題，請聽等隨吾同時開始。13. 請聽我來。14. 感謝吾參訪年展期客家作品期。15. 我希望吾會注意一擺嘅行程。16. 代表年展期，祝福吾啲台灣燈會有一個美好嘅了日。17. 有美好嘅一日有限來了哦。18. 第一篇請看過來。19. 年前係。20. 第二藝術片唔會看到。21. 第二嘅做書片唔會看到。22. 第印度也會轉彎嘅時節唔會看到。第1月23. 第1月嘅素材係。24. 那係吾詳細看唔會發現。25. 印度也下嘅位數係。26. 就像吾看到嘅。27. 吾可能已經注意到。28. 我想指出。29. 木主請白太地位看哦。